一种声音，无人会听见，是你讲予家己听的话。有一出电影，无人会当看，主角是你，戏爱家己搬，心内话。要讲予谁人听，是好是歹，只有家己知影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家己的未来，剧情家己写。有一种烦恼，无人会插你。是你为着三顿度日子，有一款过去，成功也不如意，永远为重新开始。心内话要讲予谁人听？家己的空嘴。只有家己知影倒位疼，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结局如何？主角也是我。一种烦恼，无人会插你。是你为着三顿度日子，有一款过去，成功也不如意，永远袂重新开始。心内话。要讲予谁人听？家己的空嘴，只有家己知影倒位疼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结局如何？主角也是我。心内话。要讲予谁人听？是好是歹，只有家己知影。心内话，戏要安怎写？家己的未来，剧情家己写。心内话。要讲予谁人听？家己的空嘴，只有家己知。